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17，旧历的10月初3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卫福部成立的新冠疫苗临床的试验，已经有超过19600多人登记要来参加着试验。也毋过，立委林淑芬认为，这个疫苗第2期的临床试验无经过人体试验委员会核准，就要发放奖金公开来招募着受试者。若是出代志，才要负责咧。食药署的署长吴秀梅讲，这是厂商的责任，若是出代志，国家是无保证哦。这是互立委林淑芬无法度接受，食药署长的态度歹，嘛互立委真火大。做了受试意向登记。为了疫苗临床试验的意向平台，两人火气拢愈来愈大。还说谎说没有严重。你告诉人家，主席时间暂停，我去找资料给他看。在我桌子上而已。你时间早就到了。时间早就到，是你在这里讲的吗？你有资格说吗？那个署长，这些话不用讲啊。连主席拢听甲袂做咧，这个食药署长吴秀梅回呛立委林淑芬态度唔是真好。这个受试者若是有不良反应，应该什么人来负责？吴秀梅的答案和林淑芬无法度接受。这个是由试验的业者自己要负责。好，大家听清楚哦。政府招募出事情了，国家不保证。针对立委的批评，卫福部长陈时中针对有争议部分嘛，讲伊会谨慎去处理。所谓的临床试验，我们当然都是非常严肃、谨慎以对，所有的程序都不能少，都要依法行政。就算真需要疫苗，嘛是爱照步来，是讲食药署长的态度。政府难道没有责任吗？这个不是国家赔偿啦，这个恐惊互人袂放心。政府